现在大家平安。伫上帝的圣殿内面，愿你会当享受对遐来的温暖，因为伫咱的心内有上帝的听甲仰望，对不对？咱仰望，逐个人真正逐工拢来追求上帝，对上帝遐来的，因为伊是光，因为伊亲像日头。 因为伊互咱有温暖，虽然外口真冷哦，来，咱先来看启应文。今仔当来到伫遮，会早起即久坐伫遮的人，拢是赢过即个寒冷的人吼。呀，这是恩典。来，我内心听候上主，又暗耳孔听我的哀求。伊对死亡的陷阱，对土霉中甲我牵起来。 伊互我徛伫石盘顶，互我的骹步安稳。伊教我吟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真侪人看到就敬畏来信靠上主。一声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无甲拜假神的人做伙。上主，我的上帝啊！ 你为阮成就真侪奇事，啥人会当甲你比？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多，要讲嘛讲袂了。这事甲礼物你无爱，烧化济甲赎罪济你嘛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所以我应讲我伫遮一声。 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你的律法伫我心内。OK， 即马等下若有机会的时吼，看咱 OK 好，再搁讲，咱来看今仔日要吟的诗85首哈，这首歌。 对咱来讲，可能有较新一寡85。头前这两个谱表是副歌，头前唱到最后嘛用这来结束哈。咱吟第一站，来真有精神哦。OK， 无限阳光来，无限阳光。 第二站、第三站，拢到最后搁转来遮吼。好，来，咱搁来看635首，635首。愿主旨意得成伫地。 会记得，无论咱咧创啥，最后咱咧完成耶稣爱完成的，就是用上帝国落到迄个落成上帝国完成伫咱徛起的所在哈。预备来，愿主旨意得成伫地，愿主旨意得成伫。 愿主旨意得成伫地，愿主旨意得成伫地，愿主旨意得成伫地。咱三个来祈祷。
天父，阮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伫遮尔寒冷的天，也阁互你的百姓会当离开眠床，离开温暖的厝，经过风雪来到伫上帝你的家。安息圣日第一好，安息圣日，互阮会当搁一摆来朝见上帝面，领受上帝话，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上帝啊，阮感谢你，当阮坐伫遮的时，阮即群人已经赢过外面的天气的变化。真寒冷，总是阮已经赢过。阮恳求你，互阮用各种的无共款的方式，直咧做一项，无论即世间怎样变化，阮要得胜到有存。哈利路亚！愿上帝即个对四个活，互耶稣基督诚做阮的主，诚做阮的老师的即个上帝，今仔伫阮的中间，我不断赏赐阮即个赢过死亡、赢过惊吓的神，踮伫阮的中间。阮恳求你，阁继续，互阮踮伫遮的人会当安然，然后也阁伫路中的人会当平安，因为阮要一齐来敬拜阿拉。上帝啊，今仔日无论阮伫什么所在，伫教会倒一个角头，有人伫咧替教会祈祷，有人伫咧替教会软正软弱的人祈祷，有人伫咧用因的手、用因的时间伫咧侍奉上帝的百姓甲教会。上帝啊，愿你赐圣神充满逐个人的心智。阮毋是为着要互家己出名来服侍，乃是要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要互每一个进入到上帝的厝内的人，拢伫遮体会上帝伫遮只有疼，上帝伫遮只有一群天使伫遮。上帝啊，阮感谢。拄则的启文伫咧讲，阮无拜偶像，其实什么是偶像？当阮将阮的目睭刷离开上帝，看到其他的物件比上帝较要紧，遐个物就是上帝。阮真侪时阵，阮甲阮的囝、阮的子孙已经无甲上帝当作上帝，甲阮的意念当作上帝，甲其他的追求价值当作上帝，阮拢家己毋知影。阮敢若伫咧批评遐个拜偶像的人，其实阮家己心内充满真侪偶像。主啊，恳求你怜悯阮、赦免阮，互阮逐个人会当完全拢合一，佮倒转来到伫你的面前，然后跪伫你的面前，对你讲：独独你。独独你就是阮的主，独独你就是阮的上帝。阮的目睭拍开，独独看到的只有耶稣基督那定。因为阮受调受册，就是要完成耶稣基督爱阮做的使命。上帝啊，愿你赐福阮，赐福永福教会，互阮每一个人诚做你的使者。总是阮要服侍，阮需要你的话；阮要服侍，需要圣神伫阮的内面的火得到。然后恳求你充满丰富阮的生命，嘛愿你充满这个圣火，阮就要开始荣光的上帝踮伫阮遮，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平安，这是请咱三个欢喜来敬拜主。我要欢喜因是进入伊的门，我要欢乐进入伊的地，我要欢喜出声学了伊的名，感谢伊听通大无比。伊予我欢喜，伊予我饮食，我要感谢欢喜来饮食。伊予我欢喜，伊予我饮食，乐伊听通大无比。我要欢喜饮食进入伊的门，我要欢乐进入伊的地，我要欢喜出声学了伊的名。感谢伊听通大无比，伊予我欢喜，伊予我饮食，我要乐感谢欢喜来饮食。伊予我欢喜，
伊予我饮食，学落伊听通大无味。唱学落的歌。困求天要应甲我同行，用你慈悲双手引带我。困求救主掌管我生命，赐我平安，予我完全。无论我行偌济也休困，你的听是响甲我同在。感谢你用这款大听筒，予我喜乐，赞我一生。我的生命亲像歌要学落，感恩的歌，喜乐的歌，我要唱这首听的歌，甲世人同分享，我心乐乐无山，困求天要应甲我同行，用你慈悲双手引带我，困求救主掌管我生命，赐我平安，予我完全。无论我行偌济也休困，你的听是响甲我同在。感谢你用这款大听筒，予我喜乐，赞我一生。我的生命亲像歌要学落，感恩的歌，喜乐的歌，我要唱这首听的歌，甲世人同分享，我心乐乐无山。我的生命亲像歌要学落，感恩的歌，喜乐的歌，我要唱这首听的歌，甲世人同分享，我心乐乐无山。你是信实的上帝。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会聆听好，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会聆听好，听你的声。我的无遮。我心所听，忘了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撒我。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会聆听好，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会聆听好，听你的声，我的无遮，我心所听，忘了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
你的旨意伫遮。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活的主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撒我，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遮。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遮。请起立。你着注意听耶和华你的上帝的话，守伊一切诫命来行，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耶和华你的上帝嘛要，予恁搬过天的万国。咱即条做伙来读上帝的十诫，咱同心来守伊的诫命。第一诫，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下甲地所有的物，拢毋通做伊的像，毋通敬拜伊，也毋通服侍伊。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无用用别个上帝匹配我，我恨我的，我归咎伊的罪，对爸到囝到三四代，守伊诫命，我是允予伊直到千代。第三诫，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四诫，着记你安息日，守伊做圣，6日内应该着活，做你一切的工，独独第7日，就是用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萝卜、女婢、精生，以及踮伫恁中间的出外人，一切工拢着，因为6日内耶和华天地海甲万物，第7日就休，所以耶和华祝福安息日，设立伊做圣。第5诫，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予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到福长。第6诫，毋通害死人。第7诫，第8诫，第9诫，第10诫。萝卜、女婢、牛、以及你厝边一切所有的，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万权能的耶和华，阮感谢你，伫今仔日主的圣日的内底，你互阮会当赢过一切，来到主你的面前。主，阮知你少年阮是屠夫，知影阮的软弱甲软正。伫阮逐日的生活过程中，主啊，嘛毋是你的恩典，阮真正袂堪得。主，阮也知你伫阮的日常的生活内底，主，你爱阮警醒阮的心，从趁主你的律法。主，伫诫命的内底，阮深深思考，阮所守的，阮做到吗？主啊，阮伫你的面前，阮忏悔认罪，因为有时阮真正是主你所创造的。你甲阮讲，当你创造阮的时阵是好的，但是主经过阮家己伫即个世上
阮努力咧做诶过程中，有时阮真正软弱甲软正，阮有丢除诶时，阮有对不起主你所想事阮迄个所关属创造阮诶好，但是主，阮有愿伫遮，阮感谢你，你无因为阮会无够格，你来欺杀阮，你有愿照顾着阮每一个人，是主你手中所做诶宝贝。主，阮也祈求你，伫阮教会事工诶顶面，阮知伫新诶年头，无论是阮个人，也是伫阮教会诶计划诶中间，主，你要伫阮所计划诶事诶顶面，若毋是主你伫迄顶面来成就其事，主，阮真正袂堪得做啥物。阮也祈求主你会当，你诶灵来到阮诶中间，来实行迄个阮所看诶其事，伫阮人袂做诶时，主你要成就，因为主阮知你甲阮讲，我靠你，啥物阮拢免惊。主啊，阮也感谢你，伫阮诶人生过程中，主你甲阮讲，阮爱温柔，亲像这样一样，因为温柔诶人有福气，因为伊要承接土地。是主，你将你所创造诶即个宇宙万物诶即个土地来享受伫阮诶时阵，主，阮搁再一摆来深深思考，阮有温柔吗？阮会当来承接主你所即个创造诶土地吗？阮也看到伫大环境诶内底，确实，阮若无温柔诶对待，也因为安尼大环境诶下面，主阮看到，真正天气诶变化，造成人嘛有侪侪诶损失。因为主阮知，因为阮人诶手所做，阮无够好诶时，主，即个大自然是你所创造诶，伊会甲阮讲，伊会家己甲阮讲，主你透过这大自然来启示阮，啥物是好。主啊，阮也愿阮会当将阮温柔诶心，无论是伫啥物时，拢会伫通甲人、甲主你所创造诶万物来互相疼痛。因为主阮知，你要甲阮讲，只要阮愿意，即个土地是阮所要承接诶，也愿阮会当共款将即个土地所承接诶，阮会当来教示阮诶事实，互阮每一个事实诶过程中，阮伫承接诶顶面，阮会当教育因有好，诚做主理，好搁尽忠诶路步。主啊，阮也知伫信仰诶顶面，阮需要听，搁来行。愿主你会当互阮今仔日照着牧师所讲诶，互阮会当除了听以外，阮会当起立，付出阮诶行动来向前行。主，阮爱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诶名来求，阿门。请坐。即个咱做伙来启应文第12篇。我心听候上主，伊对死亡的陷阱，对土门的中
甲我牵起来。伊教我吟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这声全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正成就真侪奇事。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多。要讲嘛，讲袂了。这事甲怜悯你无爱。你有开我的目睭，耳孔通听。所以我因我有遮。这声，你对我的指示拢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透。你的律法是我的心爱。今仔日咱所要共读的圣经是伫马太福音书5章1节到10节。马太福音书5章1节到10节。咱做伙来看。耶稣看见遐个规阵的人就爬上山，已经说伊的学生就问伊，伊开喙甲是因讲：心内爽享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承接土地；要喙焦恨无伊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得到饱；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得到怜悯；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看见上帝；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称作上帝的囝；为着伊捌受苦毒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咱今日要来做伙读的圣经是伫马太福音书5章5节，咱做伙用台语咱来读。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承接土地。华语咱来一解。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即条咱学了，咱圣乐队所要吟的诗歌是主减听着阮祈祷。想不是我。
王牧师今日所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有福气的人第4篇，温柔的人有福气啦。大家平安。你有要诚做有福气的人无？若有，耶稣讲你都要大声诚做温柔的人，因为耶稣讲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安怎？承接土地。温柔的人要承接土地，这个到底伫咧讲什么？不过，今仔日伫这个先甲这个变做咱今仔日的金句。讲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土地。咱斗阵讲一摆，预备来。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土地。咱来甲咱边仔的人请安一下，好无？祝福你诚做有福气的人。我要做一个温柔的人。我要做一个温柔的人，愿你诚做一个有福气的人。我若是温柔，我若温柔，你若有福气；你若温柔，我就若有福气。你要讲阿免无？我想今仔日咱来学一个功课，什么叫做温柔咁好？你捌听到温柔的声是啥物无 ？OK， 慢慢注意咱家己讲话的音调，温柔的声调。温柔的声只有讲到只若2个人，敢若这2个人听有。只若5个人，你的声只有这5个人听有；只若是300个人，你的声要有300个人听有。书会的人、讲道的人来徛伫遮，结果恁拢听无，我讲细仔声、温柔的声，安尼有礼貌啊？无礼貌？我踮即个遮，我已经来讲道啊！恁捌看到一寡牧师咧讲道的时，讲到下骹全拢困了了无？有无？迄个声毋是温柔，迄个声是无正确的声。你捌听到有人敢若2个人，敢若3个人，但是咧讲话声调足大声。你做人客去到遐，你怎受不了？讲吼，你捌拄着这个状况无？注意哦，什么叫做温柔？温柔甲礼貌。温柔甲基本的做人的道理，迄个是足密切关系。所以今仔日礼拜散了后，开始注意你家己，开始注意你家己伫厝内，你注意你家己甲人伫咧互动的时，你讲话的声调，什么叫做温柔？温柔的声，互人听落会真刺激，还是会真舒爽？舒爽，温柔的声，互人听落会安怎？真舒爽，真舒服。OK， 安尼，那安尼就要慢慢啊调整，慢慢啊调整。老母甲囝伫咧讲话，老爸甲查某囝咧讲话，翁仔某咧讲话，要安怎互咱讲话的声，互对方敢若听有到？过遐听有了，搁剩的遐声量拢是假，然后不小心就会起冲突。恁要同意我的即个讲法无？同意吼？因为真侪时阵开始起冤家，然后开始搁说明，我拄则迄无歹意，对，你无歹意，但是你的声调已经显明，你错误的表达。你无歹意，但是你的声调伤强，声量伤大，已经显明，搁人伫你的面前看到你已经误导了别人。我常常咧讲这个故事。我有2个囝，一个查某囝，因拢有恋爱过。因若恋爱的对象定定会带转来厝呢，
做老爸、做老母的，定定会载因甲因的爱人踮车顶。有当时啊，即摆保罗已经娶某生囝。有当时啊，看伫迄个照后镜，看到后壁，两个人安尼讲话啊，讲啊细啊声，到底伊毋知咧讲啥。啊，讲啊咱听无的声，两个人踮后壁都笑甲叽叽嘎嘎，笑甲叽叽嘎嘎。啊，咱就拿开车，拿较注意听，到底因咧讲啥，到底有啥物通好笑？有当时啊，甲听到尾，听着因咧讲啥，哎哟，讲遐话有够无卫生，一点仔水准都无。但是两个笑甲嘎嘎叫，啊，干那因听有尔，啊，让因感觉迄真幸福。因为你若要踮伫幸福的内面吼，你毋通时时刻刻拢去检查对方，即个有水准无水准。幸福的人有当时啊，因的内面无啥水准，你敢知？但是两个人真快乐，迄个快乐的感觉有要紧啊无？有啊无？你毋通伤过严肃，严肃了后，你的话题煞人毋知要甲你讲啥。所以做代志、完成任务，你要真严肃。但是伫咧做人即个方面，有当时啊，耶稣爱为耶稣道成肉身，踮伫人的中间。今仔日耶稣伫即个遮讲，你要成做一个有福气的人吗？即个今仔日我的电脑拢出代志，拢无法当颠动，所以无法当创这。做牧师实是都爱，逐项拢都爱变巧的。这环境不是伫咧变动，但是你要有法当处理所有的变化。啊，无法度通好照家己的有迄个骹步甲有算。啊，所以今日恁就只有专心听牧师怎样伫咧说明耶稣伫咧讲即个八福，温柔的人有福气啦，因为恁要承接土地。以弗所第4章第20安尼，保罗安尼讲：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疼心互相宽容。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疼心互相宽容。注意这个遮，谦卑甲温柔，伫保罗过的书信的中间几若摆，伊甲即个谦卑甲温柔是刻到阵。会温柔的人，定定伊的性格是谦卑的。注意哦，对人态度、语气，若定定已经养成习惯温柔，即个人的本质、性格是倾向于谦卑的。那安尼，你会当想象迄个对立面，温柔的对立面。什么叫做毋是温柔？迄个若无温柔的人，伊的气势真强。遮个人定定都毋是谦卑的，就是欠缺谦卑的。遮个讲温柔的人要得到土地，要承接土地，其实真简单。遮毋是咧讲你若拿温柔，你的财产就拿多，毋是咧讲即个。遮耶稣咧讲的一项是。你若拿温柔，你要拿去得到别人心田的欢喜。每一个人的心内有一颗田，咱讲心田、心田。你对我温柔，你就得到我的心；你对伊温柔，你就阁得到伊的心。所以，一个人伊的本质上，伊若已经养成有基督的形象的人，伊学耶稣基督温柔谦卑的人。然后，伊即个人诶，无论行到伫倒位，处处拢互人欢喜，伊就得到遮个人诶欢喜，得到遮个人诶拥护，得到遮个人诶疼痛，所以伊得到正人诶心田。即个人无论行到倒位，伊是一个受欢迎诶人。你们讲阿免无？所以即个遮伫咧讲，你要成做一个蒙恩诶人吗？成做一个有福气诶人吗？就爱对你家己。生命的特质来调整起，温柔。有人咧讲啊，温柔的人伤软啦，温柔的人
若无细腻变做，拢会去互人软土深骨，对毋对？温柔的人有当时啊，伤过软会去互欺负，对毋对？是无毋对。对一寡真温柔的人，人若袂晓去疼惜伊，袂晓去珍惜，徛伫你头前，即个人其实是一个真有内涵、真有品格。然后即个人伊对待你已经真客气啊，然后你还阁对伊遐尼凶格格，伊真正无说你伊会去用欺负，无毋对，无毋对。但是伫耶稣的八福的中间，耶稣山上的八福的中间，也阁有一个到最后讲，为着义受压迫的人，为着义受困住的人，为着义受误解的人有福气啊！所以咱也因为咱最好，去互人欺负，最后耶稣佫甲你包倒转来讲，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所以上帝有目睭，我定定咧讲，加在咱信主的人，咱也阁相信伫你甲我的中间，也有一个上帝；伫咱甲别人、甲即个世界的互动的中间，也有一个上帝。伊是审判的主，伊到尾也伫咧查验你我咱中间的一切，伊诚做一个公平的审判者，温柔。伫耶稣的话中间，耶稣对望，不管你的过去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伫上帝面前，这个性命受因带来到伫上帝面前。注意哦，耶稣是要甲你带来到伫上帝面前，带来到上帝面前了后，亲像尼哥底母，耶稣叫伊着爱顶头生，所以迄个受顶头生了后，性命换生了后。不管你的过去怎样，来到这，拢全变做性命换生、温柔化、柔化，然后一个性命受改变，变做较温柔、较够体贴、较够注意身边所有这的变化。这个人受性命改变的人，耶稣差遣伊讲：你去影响这个世界。你去引带这个世界，耶稣是差遣遐温柔谦卑的人，因为只有因才会当去影响这个世界，甚至因伫咧受欺负的中间，若敢若亲像巴吉勒去到伫原住民的所在，伫遐咧传福音，互人破什么啊？破扁手的屎。巴吉勒徛伫遐咧讲道，迄个规庄的人换来，然后要甲赶袂走，然后迄个屎摕来怎用咱迄个水盒？我用过迄较屎盒仔的水，然后去咧压菜，竟然用迄个怎摕来，甲迄个便所的屎怎淋伫巴吉勒的身上，对头安尼甲淋落去。巴吉勒伫咧带礼拜，互人抽出咧伫外口，徛伫礼拜堂的外口，怎公众安尼甲侮辱？你知影巴吉勒有生气无？无生气。毋通袂记，伊是这剑桥大学7个科学家之一。伊到即摆伊的名佫列伫迄个百科全书的内面。遮尔优秀的一个人来到伫台湾，竟然互台湾人甲淋屎。巴吉勒徛伫众人的面前，无生气，伊伫遐讲乡亲啊，真无彩，遮个屎淋伫我的身躯，我袂大肠；遮个屎若摕去压菜，遮恁的菜会大肠，会通食。因为注意哦，温柔的人有福气，因要承接土地。就是包括你伫咧互人欺负的时，你的特性，你知影伫咧反映你心内的价值，伫遐真正有心思的人，有头脑的人，用心伫咧看待的人，伊会对你的心上学着，然后伊会受改变。你要得到伊的心，
你要转化伊的生命。伫平常的时，你发出的是一个柔软的声；伫真正危急的时，你发出来，更加是会当互人震动，互人的心肝底啊震动。耶稣咧讲的是咧讲即款的气来。想过霸道的人，想过霸道的人，你甲注意看，讲话真刺贼的人，想过霸道的人。定定伫咧讲，你即句话毋对，你迄个代志都要安怎改安怎改，定定要讲教的人，迄个有一寡人的个性爱去教人的遐，你甲注意看，一世人伊可能毋捌带一个人来信耶稣，因为人看到伊就惊，因为人甲你讲话时听袂落，然后你若热心，若要带人，人若看袂起你的信仰，因为你的信仰遐好，他会互你的个性变今仔日，然后你的讲话无啥人听无啥会落。注意哦，耶稣伫即个遮咧讲，温柔的人有福气。迄个柔，迄个温和，迄个谦虚，毋是干那真软甲拢无作用，毋是软甲互人看轻，毋是。迄个该进该退，伫进退之间，有相当的智慧伫遐 ，wisdom。我真爱Robert Schuller， 一个美国的真出名的牧师，曾经是真出名的牧师。过去是水晶教堂的创办者，但是伊甲即个遮尔大的水晶教堂交互伊的查某囝了后，水晶教堂就放弃了。然后即马水晶教堂伫加州的水晶教堂就变做天主教的总部，已经放弃破产，全卖人卖互天主教去。伊用即个字，伊咧解说即个字，我真同感。英语即句话，温柔的人有福气，因要承接土地。英语的话叫做 "Blessed are the meek"，meek 就是 M-E-E-K。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y will inherit the earth。温柔的人有福气，因要承接 the earth 地上的产业。伊咧讲即个温柔 M-E-E-K， 伊拆即个字 M， 伊讲 M 就是 mighty， M-I-G-H-T-Y。mighty 意思是真有能力的人。伊遮咧讲有能力的人有福气啊。M 伊讲 mighty。E 伊讲 M-E 是 emotionally stable， 情绪稳定的人有福气。然后第二个 E M-E-E-K 迄个 E 是讲educable， 通受教的人有福气。第四个字母讲 K，K-I 迄个 M-E-E-K 讲 kind， 仁慈的人有福气。第一个字，伊讲 mighty， 温柔的人，总是一个真有能力的人，真有福气。一个人真温柔的个性，但是伊个培养家己有各种的能力，即款的人有福气啊！因为恁有能力，你会当完成你家己的使命感，会当完成你家己的计划，会当完成你家己个人要成就的物件，你的理想，你有法当去完成、去达到、去实现，即款的人有福气啊！你毋若家己有法度通完成你的部分，你也阁有能力去牵成别人、帮赞别人、鼓励别人、安慰别人，然后去解决别人的问题。你有能力处理家己的，也阁有能力帮忙别人，然后你整个的过程拢真温柔谦卑。耶稣讲，即款的人有福气啊！你要同意无？我真正我要同意伊的话。一个真有能力的人，
伊也阁会当修饰家己。那敢若亲像耶稣讲，伫约翰15章遐咧讲的，葡萄树若要结葡萄，葡萄树若要结侪果子，伊不断都爱修剪。然后，即个人真有能力，总是也阁伫上帝心内面修剪甲真适当，所以伊有能力处理家己的部分，也阁有能力控制伊家己，然后去处理别人，帮忙别人，安慰牵绳别人。耶稣讲，即款的人有福气啊！以前逐个人无啥读册的过程，有少数捌字的人，伫庄头，伊若捌字无骄傲，伊捌字佫会谦卑，然后去甲遐毋捌字的厝边隔壁写批、读批、写伊的物件，然后斗完成遐无啥捌字的人的代志，然后伊也佫真谦卑，共帮忙了，无啥物。即款的人，伊就得到规个庄头对伊的爱护甲敬意。所以耶稣讲，温柔的人，阁有能力的人，有能力阁有温柔的人，我去啊！你们得到众人的心田，得到众人对你的拥护甲敬佩。即款的人，你若要带人来教会信耶稣，诚侪上帝的囝，我甲你讲。你若只要做到遮，你怎样少，人怎样来。因为你有太侪温情伫别人的身上，所以讲有能力的人 ，mighty， 有能力的人有福气啊。MEEK 第一个 E 是讲 emotionally stable。情绪稳定的人有福气啊！情绪真稳定，你捌看到真有能力的人，但是脾气变化真大，有即款的人无？有吼。你嘛捌看到无啥物能力的人，啊脾气佫真大。咱嘛佫看到有一寡人。用伊的脾气，用伊的情绪，伫咧控制别人。你若无照我的，伊就生气。你若敢若囡仔，伊发讲要买即个面，爸爸妈妈若毋买互伊，就当啊大哀。不管你安怎，伊就大哀到爸爸妈妈歹势见笑，怎出根本就互伊无代志。注意哦，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有注意？我是真少去市场的人，但是逐摆我若去市场，我会注意，伫咧百货公司，伫咧店头，逐摆去到遐伫咧付钱的所在，伫咧卡西尔遐付钱的收钱的迄个所在，遐边仔拢吊一寡物件，遐的物件拢大人的物件、工具的物件较侪，还是囡仔的物件较侪？拢囡仔的物件。为什么？毋知你有注意这无？生理人哦，生理人拢是心理学家。伊伫咧考验恁遮做事大人，带囡仔去买物件，然后即摆咧付钱啊，付钱拢排一大堆。啊，当摆咧排的时哦，你带小朋友拢当摆咧看，遐倒一项。徛伫遐3分钟、5分钟，囡仔目睭真金，当安尼影。去到遐你咧付钱啊，然后迄个囡仔你带的囡仔，就紧诶，伊摕一项、摕两项，怎徛踮遐？某爸爸妈妈、某阿公阿嬷，想煞付钱诶时，想煞付。有无捌拄着即款诶状况诶人举手？有无？有吼。各位你要注意哦，当你当摆准备咧付钱诶时。然后你的囝、查某囝、你的孙突然摕一项、两项摕踮遐，迄是对你真大的考验哦。你到底这两项你要付啊毋付？你后壁佫排一堆的人哦，人拢咧看你，一摆、两摆、三摆、5摆，
你只要你互伊赢过一摆，赢过两摆，我甲你讲，伊逐摆都要地，逐摆知影你要去市场，伊都爱地，因为知影去都有礼物啊。然后你若当时看讲毋对，伊无乖，然后佫杀咧，要爱你付钱，你当时当咧，伊怎啊胆要甲你大闹、大吵、大哭，然后挡伫遐，啊伫众人的面前看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要安怎处理迄个现场？你会甲？因为即句人拄仔咧等你要算钱啊，你要安怎？你为这甲你客伫遐，生理人就是用即个要拍破你的心理，遐拢是小东西，10块、20块、30块、100块，拢你付会起的。我感觉，即摆有一寡少年一代比阮以前较优秀。当然，无顺利伫遮个囡仔咧教囡仔的过程，伫即点意外成功。知影有遮个现象了后，伊若无伫厝诶，都无讲好，无好出门。即边出去就是干那要提啥尔？干那要买啥物尔？要来去买一个鼎，要来去买一个迄个洗衣精，干那要买迄尔，剩诶拢无哦。无论但是。伊无论安怎样讲，伊无论安怎答应去，原来常常有即个动作去往出来，啊，看你要安怎。因为咱伫咧讲，伫即个伫咧基督徒的生命的养成的过程的中间，有足侪物件，咱爱自我不断伫咧注意咱，嘛注意咱身边。要安怎样，互咱真正伫上帝面前，咱的生命是通过各种的训练，怎直直变做哪来哪水，哪来哪水，哪来哪有智慧，整体分寸拢真水。到囡仔大汉的时，伊会学到讲，阮爸爸妈妈迄个时对阮的教育实在是成功。我讲的是，真侪人，毋若是囡仔。定定会用伊的情绪去控制大人的行为，连大人大种啊，做爸爸妈妈啦，做阿公阿嬷啦，真侪人嘛，也佫用伊的情绪伫咧控制别人。这个对耶稣来讲不容存在。你若要真做一个成熟长大的基督徒，这款的脾气。无应该存在，情绪稳定的人真有福气。无论这世间发生什么代志，伊拢永远徛伫遐，无受边仔遮的影响，因为伊的人生的价值足清楚。我的一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利益身边的人。我一生的目的。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我要成做一个见证者，成做上帝伫即个地上的使者。无论得时不得时，要通过我的生命的表现流露，互身边的人受影响、羡慕，来成做耶稣的学生，成做上帝的囝儿。所以，即个人伫逐日的生活中间，拢无受环境。如意不如意影响，无受即句边仔发生什么代志，囝咧吵，大人咧出代志，年老的是大人咧出代志，我的心思意念变化真重。真侪人甲你约定拢约好啊，时间到，伊甲你讲袂使，为什么？因为你昨互我起毛就袂惊，伊就真侪时阵时间到，约定啊，到时。讲毋的到是袂，讲无的到是毋，因为你前这样代志，我要治，你无互我；这样代志，我甲你要求，你无完成，所以这样代志嘛，我做一个基督徒，要安怎样伫咱的人生的培养的中间，足清楚。无论身边安怎样，无论别人安怎样，我永远徛伫我的位。我永远徛伫我的誓约，我永远徛伫我的受托，因为我的存在
我特别是完成上帝给我的使命，嘛完成我对别人的承诺。所以情绪稳定有要紧啊，无要紧，足要紧。有当时啊，有一寡人咧讲啊，恁规个家庭偌久无出咧佚佗咯，无出咧度假咯，啊，已经3年无出去啊，啊，伤久啦，带出去啦。好，好啊，带出来，人咧讲咱遐久无出去啊，无出来，当讲规个家庭要出去，当系啊，无出去无代志，常常若出去哦，当车来就出代志啊，然后当车来就出大代志，就完袂煞，车开咧佫倒转来，然后厝仔拢毋免佫出门啊，有迄款诶代志无？常常有对毋对？我要劝咱遮诶兄弟拜托啊！伫车内无论如何，毋通冤家，毋通争论，迄个是足可怕的现象。因为车的空间太小，你佫走无路，然后开车的人情绪若受打扰伤厉害，很多都无势，就出规家出大代志。所以伫车内无论意见安怎，拜托有人怎掂去，拢无爱佫为着遐个代志，然后会当互规家拢安然去佚佗了，会当安尼无？所以情绪稳定的人足要紧，迄是基督徒的品行非常要紧的一部分。你有法度想象甲无情绪无稳定的人斗阵生活的状况无？你的身边捌有即款的情绪无稳定的人无？你会当想看卖，你会当厝内逐个人的脚步声。你拢听有即个人的脚步是啥人的？你听有无？然后即个人即个脚步声经无共款的房间，你敢若听到即个脚步，你就知影这是啥物人换来了。出现真的，拢袂走闪的。佮第二，即个边啊，即个人，伊即句的脚步声换来，对脚步声你就会当知影即句的心情是真爽快，还是足生气。你有法度读无？脚步声读会出来袂？会啊袂？会。脚步声读会出你即句的心情。脚步声若会当互人真注意你的脚步声的时，注意哦，你的脚步声已经咧控制别人。对一个人的面色，你会当看出即个人即句的面色。会当甲伊讲话，袂当甲伊讲话。即句的面色会当甲伊讲什么款的话？对伊的面色，你看会出来袂？会吼。注意哦，无论是脚步声，还是一个人的面色，边的人拢真清楚你即句的生命状态。那假使有人定定通过即个，伊的脚步声变化真大，伊的面色变化真大，伊拄则我第一项讲的就是伊的声调变化伤大。我甲你讲，伫你身边的人会真痛苦，因为甲你咧互动的过程的中间，伊的精神已经伫咧听你的脚步声，看你的面色，伫咧注意你的声调。伊若掌握得不清不楚，伊会伤过白目。然后当时就去得罪你，然后规个就无法当生活。你若甲一个情绪无稳定的同事还是老板做代志，我甲你讲，你若真正受不了，你可能要换头家，还是换工作。原因为你的精神拢定定受干扰，拢怎受因带去看人的面色，为着人的面色，为着人的情绪，你咧做代志，然后你的心不安，你真惊去做毋对，真惊得罪，真惊互人骂，你的心怎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伊的无稳定会引起你的无稳定，然后将你刷离开，你该做的代志足多，但是已经甲你刷开去啊。情绪稳定非常要紧。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然后佫适当表达伊的人生，适当表达伊的做人处事，适当表达伊该表达的，适当表达。耶稣讲，即款的人有福气啊！因为即个社会真欠即款的人。即个社会有真侪人出代志的时，需要即款的人来解决因的问题。The meek, blessed are the meek, emotionally stable。第二个意 ，MEEK， 第二个意讲 educable，educable，educable，讲是通看教、通受教、愿意受教的人。一个愿意受教的人有福气啊！因为因要承接土地，愿意受教的人，什么人、什么款的人愿意受教？还是讲愿意受教的人，因的生命的状态是安怎？因定定耳孔会真敏锐，因会真注意听。因毋是凊彩听，因听了会过滤。真侪人嘛真注意听，拢爱去听一寡负面的声。然后遐负面的声影响伊，怎互伊变做负面的人？有真侪人真爱去听路透社的消息、马路消息，然后听来对伊无利益，因为听来遮个物件甲实际是放差距真多。然后遮咧讲的是一个人品诚实的人，信用真有内涵的人，伊的耳仔也阁会当保持真注意去听。听什么？听周边，听目睭前，才有真侪人伫咧讲话。真侪人咧讲话，无一定对伊有利益，但是真少数的人，真坦然、真有价值的声，伊拢真容易去听到。听到了后，怎啊？甲遮个真少数有智慧、有信用、有内涵的声吸收来，变做伊家己的。伊的目睭真注意地观察啥？毋是咧掠别人的毛病，毋是即款的，咱咧讲的即款的是人品，真有人品，然后佫欢喜受教，伊是会进步，伊是咧追求进步的人。伊的目睭边仔伫遮咧超车，伫咱看袂到别人的好，伊拢会去看到。伊真后去超车，即个人的心上，迄个人的心上有一寡水的物件，然后伊会去甲人学乐，会去甲人肯定，然后会对遮个人的身上去学到物件。伊定定会对伊听到的少数有智慧的话、有利益的话，伊捡起来跟去做，伊家己的生命直直改变，伊的生活物件直直改变，直直丰富，然后伊佫直直咧学伊身边少数。别人会好，伊拢直直甲捡，所以即个人的进步神速，进步真紧。educable。耶稣讲，若卡死一个人的生命，伊互家己变做一个真受教、教会行的人，真肯学习，即个谦卑来学习的人，即个人实在是有福气啊！真侪人要甲伊知的物件，拢甲讲；真侪人要欢喜甲伊。有的资源，拢互伊用，因为即世间真侪人拢伫咧超车，迄个会当继承我的智慧的人伫倒位？迄个会当继承我的公司管理权的人伫倒位？迄个会当互我信任的人伫倒位？因为即世间你毋免行了找无头路，我特别要甲即个少年讲，你毋免行找无头路，你只要甲家己变做一个温顺。热情、谦虚，培养家己有能力，培养家己情绪稳定，人品真安定。然后你佫是一个肯受教、肯学习。只要你的生命有耶稣讲的遮个物件，我甲你讲，足侪头家咧找无即款的人。毋知我安尼讲，恁要同意啊无？所以外口有人直直踮咧找无工作，我毋信。我要甲恁偷偷讲一项。即摆有偌济牧师咧找无教会，你敢知？边啊，阮这牧师界偌济牧师咧找无教会呢？
然后偌济教会咧找无牧师，你敢知？咱阁回想，永福教会等王进财等偌久？超过1年外。我每一间教会去的所在，拢等我超过1、2年。这毋是咧讲我安怎，我只干那咧讲一项。有真侪牧师咧找无教会，有真侪教会咧找无牧师，零箍怎啊空伫遐，两边拢真着急，怎啊空伫遐。但是有真少数的牧师，搁较久教会拢欢喜等。同款，只要你的内涵若有够遐，我甲你讲，只要人若知影你要换头路，真侪头家来暗中找你。即边只要5万，伊要互你5万8，伊要互你6万3，怎啊直直塌？然后环境搁较好，有比搁较好。我毋是咧讲外在的遮个条件，毋是，是咧讲要安怎有一个所在欣赏你，然后你搁会当伫遐展现你上帝互你的才情，只啊变作搁较完全。因为咱努力要互上帝的国落实现伫地上，但爱遮有足侪因素互相配合，所以培养家己生命的内涵比啥较要紧。我要讲一项，兄弟啊。恁来帮忙替牧师祈祷，牧师啊日日进步。恁若讲爱牧师日日进步，你就毋通期待牧师拢咧传50年前的牧师咧传的道理，安尼知无？牧师若要日日进步，我直直拢爱去吸收上新的消息、上新的信仰的解说。等我来，若咧甲咱分享一寡新的时，你若无进步，你家己若无咧进修、读册、无咧灵修，你毋通用过去主日落教的物件咧检定牧师。教会有即款的人无？有哦。牧师望你拢有咧进修，牧师望每一个长老执事拢有咧进修，因为上帝将一间教会，永福教会交伫你我咱的手。圣神是一个换新，什么叫做换新？伊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然后咱咧不断受即个换新的神伫咧引带。所以你若拢无咧灵修，无咧进步，然后拢用一寡传统的物件要看守，你也伤甲牧师甲长老嘛会伤甲足厉害，会伤痕累累。所以要安怎伫即个遮 educable，educable。所以我望遮少年的囝儿，恁注意听爸母的声。有当时啊，爸母的声无一定拢对，但是你爱捡一寡对你有帮助的捡起来。迄是爸母的心血，对你的疼。我望逐个人徛伫咱的教会，我毋知你来教会，你看到拢是教会歹，还是会当看到教会内面。你的目睭若拢伫咧看别人的歹，你来即间教会，你挡袂久，你嘛无可能承受什么责任。来，你若会当学耶稣互咱的即个，你诚做一个通受教的、欢喜求进步的。然后你伫即个遮，你会直直去找到咱的教会。我甲你讲，咱的教会有足侪互我钦佩的人，毋是逐项拢互我会学，是遮的人的生命中有某一寡，真正是我倒袂着。为着安尼，我着尊敬伊，我着爱甲伊的物件紧学来，我着得着，我着有伊的生命的品格。咱三甲伫即个内面来，最后一个温柔 meek M-E-E-K。Robert Schuller 讲 kind，K-I-N-D kind。有影我感觉真对 ，kind 的意思是仁慈。你要看讲一个真有能力的人，若无仁慈，即个有能力的人到尾会安怎？真有能力，但是伊无仁慈，即个人会安怎？伊的心是硬的还是软的？真有能力，但是伊欠缺仁慈的心，这个人到尾也真可怕。伊什么代志拢有能力处理，然后伊会挡袂牢。你睇遐尼戆啦，戆甲袂白上，
伊挡袂牢别人，遐含慢。我逐项拢会晓，伊无法度想象有一寡人真正伫这方面都袂晓，所以对人伊无法度忍受。伊看这个也袂惯，看迄个也袂惯。所以拄则我咧讲，有一寡人伫团体中间拢伫咧找别人，看到拢别人会歹，伊家己会受伤，别人会受伤。所以一个有能力的 mighty person， 一个有能力的人，伊的心内头爱个朋友仁慈 kind， 有能力佮加上仁慈，伊就会体贴别人，然后伊欢喜家己的能力、家己的恩赐去分享别人、帮助别人。这个是足要紧的一项。然后一个 emotionally stable 情绪稳定的人，情绪稳定的人，若无仁慈的心，这个情绪稳定怎变做啥？真冷漠，哪石头咧？情绪真稳定，然后无仁慈，这个发生大地震，别人咻咻叫，啊，伊真说不要，啊，遐有人发生车祸死伫遐。哎，甲伊拢无关系，甲伊拢，因为情绪真稳定，然后受周边者安怎变化，伊我行我素、自我中心，这拢无影响伊。所以情绪稳定，都还佫加上一个仁慈。好的撒玛利亚人是，我甲你讲，伊情绪是伊的性格是足稳定的哦。若无你知影讲，迄个咱即摆要去耶路撒冷。咱要看到迄个对亚利哥来耶路撒冷，迄个路是山路、旷野地，伊若去救路边受伤的人，可能遐个贼仔、遐个强盗嘛来啊！伊的情绪会当赢过足侪恐慌、不安、犹豫、不测，迄个不可测的因素。所以伊的情绪，伊是真安定、真勇敢的人。但是伊会去甲救助是，伊即个情绪稳定的人，伊有仁慈的心，然后伊毋惊，亲爱的永福教会兄弟，你若要执行一个真理、公义、疼痛的任的一个行为，你若真正要去做，你要冒险。爱的过程一定要有冒险。一个得到真悬的知识的人，通受教的人，伊若已经学到足济啊，伊满腹经纶啊，然后伊欠缺仁慈咧，骄傲、自我中心，然后真正对这个世间，迄个那耶稣咧讲的，毋是这个。耶稣咧讲的是一个温柔的人，你爱培养家己伫上帝面前各种的能力、恩赐，会当解决家己的问题，成就家己的梦，成就上帝国的需要。你也阁会当有温柔的心去帮助别人、体贴别人、看教别人。你的情绪真稳定，互你家己会当向着标杆直跑，无受环境影响，无受你即句的情况、个人的条件影响，你也阁流着眼泪，带着微笑，然后吹着口哨，继续直行去，情绪真稳定，然后阁有仁慈的心。你轻受教，家己的内外直咧成长，成长了，你也阁有仁慈的心，然后你的这个人，耶稣讲这个人，你要享受上帝要给你的国度，你要享受别人对你的敬爱，你们得到了众人的心田。所以今仔日耶稣讲的。咱来讲一个好无？温柔的人有福气呗！来，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土地，同心来祈祷。伫上帝名，我要感谢主耶稣，互阮即款的话。愿伊的话成做阮的亮光，愿耶稣的话成做阮生命的美娘，愿耶稣的话成做高举阮的生命，丰富阮的生命，真正互阮的生命得到多彩的话语。愿阮毋若听，毋若领受，阁照安尼去行，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讲流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承接土地。愿咱诚做温柔谦卑、仁爱、热情的人，受主采用。咱来吟圣诗85首，圣诗85首，无限阳光甲学乐，无限阳光甲学乐，拢归救主灵君。和散那声音响亮，出对细囝喙唇，代表王家的后裔，以色列人的灵君，奉父圣名来降世，万人应该敬尊。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只是来回应，咱来奉劝。
这个时，咱来欢迎一个家庭的人伫咱的中间，高贤元周美刀周一玉，咱这姊妹啊，敬请我承诺，咱这周家的姊妹啊，毋知伫倒位 ？OK， 哦，这兄弟吼 ，OK， 好，谢谢，欢迎哦，上帝祝福恁哦，吼，对倒位来。哦，挂三道长老娘的妹妹甲妹婿啦 ，OK 好，拄则伫面顶，即马来伫遮 ，OK 好，欢迎恁哦。咱对斗人来吼，愿上帝祝福。咱互相原来请安一下，好无？今仔日遮尔冷吼，握一个手咧，握一个手咧，伫耶稣来，好毋好？哈，来，有人来琴，有人哒来哩，OK， 来，互相握一个手咧，互相握一个。嗨，伫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来，请咱起立。伫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对他的高永永远远。伫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伫耶稣来，伫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伫耶稣来，伫耶稣来，咱拢要做一个温柔的人。因为我若温柔，你会较好过日；你若温柔，我嘛会得到更大的福气。咱拢做一家人 ，OK， 来，请坐。所以即马咱互相伫教会拄着的时。咱会拿来互相拿温柔讲话，规个人就规个人听会到哈。若伫咧分小组，咱只有10个人，结果你讲的话，边仔的人，敢若边仔2个人听有，会记得迄毋是温柔哈，迄是无礼貌。规个人听有就好。OK， 咱等下礼拜煞1点开中执会，请中执甲团契干部伫7楼集合。后礼拜是咱总会国内外传道纪念主日，中会讲话讲台牧师受派去中华的林家宏牧师来遮所以请咱为着咱总会一年对国际的事工是2205万请咱为着这大道奉献牧师无伫的时，咧报告请到迄个迄个书会来报告吼，咱注意准备二八咱要开会员大会，请兄弟注意踊跃参加会员大会，然后迄日食中昼了，咱要规个教会年度的摒扫即个遮请即个各团契的负责人开始爱主动去领导，主动去联络，互恁负责爱。清扫的地区有真好的领导者，有真好的工作分配，有真好的这交代了，然后互迄个工作真轻松、有效、真紧就打扫，请每一个部分的人做有效的领导吼。咱社会这个报告，请咱家己看。我敢若要阁提醒，伫第5页，即个遮咱分区第5页阁过。即个分区的工作阁过好无？即个分区的工作阁过即个sorry， 迄个分区的工作，请咱长老执事，请咱遮个主动来做即个分区。若咱迄区内面有人辛苦病痛、艰苦、年老的人，天气咧变化。请咱主动一寡较特别的家庭、特别的个人，请咱主动联络。注意，恁拢是小牧人，恁拢是分区的牧者，拜托甲迄区的兄弟顾好。上帝派恁伫迄组伫咧做天使甲牧者，请恁注意哦，请咱逐个人三甲，甲咱的永福教会逐个人顾守好势，因为这要对外口带一只羊入来无容易，入来了后，包括咱家己的人，咱拢爱甲顾好，甲关心好势。后礼拜中山教会牧师要上任，
请咱兄弟大岛去参加。伫迄个金陵协会，遮2月11有要开金陵协会的李干事会，才有一寡李干事的名单，请准备，甲即个是日子爱留落来哦嘿。顶礼拜我有咧讲到，迄个县政府甲其他宗教有要开一个音乐会，即摆迄个音乐会的时间已经出来，迄个3月17拜六，要创啥物呢？就是为着要妈祖，逐年妈祖进香要经过彰化市彰化县的时，迄个炮直直放到半暝1-2点也咧放。即个县政府已经甲咱三甲合作，要努力，互迄个即马放炮叫有关单位会抓会罚。即马要努力鼓励遮庙事的人用电子炮，用迄个斗电，然后乒乒叫，甲炮只有拢同款的声，但是无烟，所以迄个禁炮然后无较减烧香、较减烧金即类物件，因为即马 PM2.0 即个县政府足努力，其他的佛教、一贯道、天理教的人，即个拢欢喜配合，所以有要共同办一个音乐会，伫3月17。牧师甲遮领1点钟讲基督宗教，咱有1点钟的节目表演所以毋望咱为着要互彰化县市的居民较有一个清气安静的生活环境，请咱努力，咱的福音的传播，毋若干那伫教会内，爱互上帝国落实伫整个百姓，因为这是上帝的世界。请咱为着这祈祷3月17，请圣乐队，咱毋望迄日咱原来唱百人合唱我想伫遮咱就一寡时间家己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愿上帝祝福天气的变化，请咱出席来说哩若会当年老的人，莫伤早出门去运动；有的人困袂去，早就要出门运动。这段时间，请咱较慢的小可较平淡，踮厝内。若无天气遮尔冷，出去对咱无一定有好处上帝保守咱，多谢。咱即碟做回来吟煞尾本的诗歌635首，愿主旨意得正伫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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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起立，咱来吟3摆了后，咱请牧师来主导。愿主旨意得正伫地，要互即个旨意会当得到完成成就。上帝即个时要差派你出去，每一个人你毋是兵信徒，每一个人你是上帝国基督的精兵。但恁着出去为主做干净，你着出去用你的好所行，用你的温柔谦卑，诚做上帝的使者，保养上帝的好名声。愿三位一体上帝甲你三甲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保证。阿门。
济6楼上圣经课程，上帝祝福保守你甲你的家。